今次返嚟呢，其實我係有啲唔同咗嘅，唔單止喺身份上面改變咗，就連我生活自己想做嘅嘢、創作同埋事業都好似再進入咗另外一個新嘅階段。咁今次呢條片呢，我又想再換個方式，輕鬆咁樣同大家 update 下我結婚之後嘅感覺、創作上面嘅嘢、Charlie Jolie 嘅準備，仲有嚟緊呢，我真係正式要去試婚紗啦。Hi， 一段時間冇見，而家咧又翻咗嚟啦。咁我大概咧喺香港 stay 咗都一段幾長嘅時間。今次咧就係一個新嘅身份咧，去同大家拍片啦。咁因為咧，其實我喺香港已經係完成咗一個好簡單嘅簽字婚禮咧，就會係11月舉行。實在咧太多嘢要同大家講，擔張凳仔咧嚟同大家講下最近呢一個月入面左右嘅變化。我去香港，只不過係離開咗大概我諗2個星期左右，你已經見到咧喺出面嘅環境變化咧係好唔一樣，同時間地咧我個身份亦都有轉變啦，所以今次翻到嚟個感受咧係幾深刻。首先講下間屋先啦，翻到嚟係真係夏天啦，住喺呢一個咁樣山嘅下面咧，的確係多咗啲蚊啊、蟻啊咁樣。其實我自己本人咧係幾中意昆蟲同埋爬蟲類嘅，所以其實我係幾樂在其中。每個星期咧總有幾日得閒，我會行入去觀察下嗰啲昆蟲啊、花草樹木咧生成點樣。講完間屋之後呢，我諗你哋都好期待我講呢一個身份上面嘅變化啦。最大嘅變化就係由人哋嘅女朋友成為咗別人嘅妻子啦。對於我嚟講呢，喺日常生活呢係完全冇改變嘅，因為其實我哋已經同居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但係喺心態上面呢，的確係有差別嘅。但係算唔算話係好多呢？做咗人哋老婆之後，有冇話思想啊變化好唔一樣啊？咁樣呢，我自己就暫時未係察覺有好大嘅變化住啦。但係呢，係一件好開心嘅事，亦都喺呢一度呢，首先同大家喺條片度講咗先。我有太多嘢想同大家講呢，我直情係多到呢一定要寫低。但係放心，所有嘢都係一啲好開心嘅事啦。唔爭再講埋啦，就係對上一條片呢 upload 嘅時候呢，其實都引起幾大嘅反應，好多人留意我拍呢一類型嘅主題，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會去拍呢一類型嘅影片，就係想喚起大家對自己狀態啊多啲嘅關注。另外呢一條片嘅反應好嘅原因，都可能係因為我最近上咗一個經常有合作開嘅煲呔佢哋嘅一個 podcast， 咁就真係我第一次首次公開地將我自己想表達嘅嘢呢係冇乜剪接咁樣發布咗喺呢一個 social media 上面，因為我有好多嘅思考過程呢都係偏向唔同人分享嘅。通常我嘅作品呢都係我分享成個結論，所以係一個好神奇嘅體驗，係直接影到主持人對我有發問嘅時候，我去透過我自己嘅思考解釋，俾到大家睇到一個更加完整嘅奧影，即係我係點樣諗嘢，我係點樣表達。我覺得呢一個係同大家認識嘅 ON 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亦都係作為我朋友咧比較少見到嘅一面嚟嘅。我會講為係一個我 YouTube 創作嘅一個幾大嘅延伸啦。我一直以嚟咧，其實做呢一個 YouTube 都係將我自己嘅一啲想法啦，對人生嘅感想啊，一啲我經歷過嘅嘢啊，去視覺化咁樣呈現俾大家睇。講完身份轉變，再上埋煲呔嘅 podcast 之後呢，我覺得大家好似唔係淨係對我創作嘅成品有興趣啦，其實都幾有興趣想知道我係點樣去諗嘢，唔係淨係最尾睇我做咗啲乜，或者係個成品係點。佢係以邀請我一個做人物專訪嘅角度，而唔係一個巨韓 YouTuber 嘅角度去做呢一個訪問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拍緊呢2年嚟嘅 content 上面嘅轉型呢，係有被認證喺市場上面係有存在同埋被討論嘅價值嘅。真係覺得啊，原來我講緊嘅嘢呢，係對其他人可能有幫助嘅喎，所以煲呔呢一個 podcast 咧出咗街之後，更加鼓勵到我咧去快啲加緊咧去做翻自己個 podcast。大概喺1年前左右啦，我就講話我自己會成立我自己嘅 podcast channel 啦。咁去到而家咧都因為各種私事啊、公事啊，一直都喺度 delay 緊。但係今次喺度同大家講咧，就係我已經拍咗我第1集嘅 podcast 啊。咁就希望啦，點都喺7月中之前快啲搞掂。跟住之後再陸續地咧，我都有自己想訪問嘅人，咁我都喺度講少少我最主要呢個 podcast 係講啲乜啦。咁呢個 podcast 嘅 channel 咧，其實一直係已經定好咗個名噶啦，就叫做饅頭烏蠅。寓意咧就即係我喺呢個世界上面亂衝亂撞，但係同時間地咧喺呢一個亂衝亂撞嘅過程入面咧，我亦都有建立咗自己一套嘅世界
界觀，我去理解事情嘅方法，相信亦都係部分觀眾去 subscribe 我嘅原因。咁所以我自己嘅 podcast channel 咧，最主要係會邀請一啲喺亂衝亂撞嘅路上面咧，我覺得佢係可以俾到一啲方向同埋智慧我嘅人。咁我自己心入面都有一啲心目中理想嘉賓嘅清單，包括一啲心理學家啦、牧師啦，又或者係哲學家。大家聽到呢度咧，千祈唔好覺得係一啲好悶啊、學術性嘅嘢。首先啦，我本身就係冇呢一啲學術底子嘅人啦，咁所以我哋唔會集中喺學術上面嘅討論，反而係用一個最原始當一個小朋友咁樣嘅問題而記錄低我呢一個發問同埋解答嘅過程。例如係以基督教嘅角度、牧師嘅身份去點樣回應我一啲嘅過去啦。我呢一個牧師 friend 咧係我10幾歲嘅時候已經識嘅，因為我自己亦都有近20年嘅基督教背景啦。咁我同佢亦都有帶過同一個團契，佢亦都認識我爹哋媽咪。我自己都會幾期待呢一個 podcast 會產生嘅火花。講到佢創作上面嘅延伸呢，除咗係 podcast 啊，其實 Charlie Jolie 咧，我自己做緊嘅 production house， 對於我嚟講，其實所有嘢都係同一件事。除咗用語言、視覺、影像去表達之外呢，其實我所創作、我所揀嘅產品呢，都係貫徹地去呈現緊我自己嘅一套世界觀啊。如果大家有 follow 埋我 Instagram 嘅話呢，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我係一直喺度更新緊 Charlie Jolie 嘅 brand 準備啦。咁我而家着緊呢件衫呢，都係 Charlie Jolie 其中一個人寵系列嘅衫。如果大家想睇下我哋嘅作品啦、理念啦、成個創作嘅過程呢，你都可以上去我 Instagram 嗰度呢，可以睇到嘅。由我一開始成立呢個 brand 到決定要做嘅時候呢，我最想帶出嘅信息呢，就真係只有一個嘅啫。我好想透過我自己嘅設計，俾街上面嘅人呢，一眼就睇得出我哋係屋企人，而且呢，我用嘅物料都係用小朋友甚至係嬰兒係可以着到嘅物料去做。我喺未做呢個 brand 之前呢，我已經會同佢哋一齊襯衫出去噶啦。有陣時睇翻呢一啲相呢，係特別珍貴。而家呢，已經正式開埋咗噶啦，呢一套呢，係可以上去我個 website 嗰度睇嘅。轉個頭呢，都會再同大家導覽一次而家成個 website 上面有啲乜嘢嘅。我哋嚟緊呢一個星期7月18、19號呢，仲會喺 D2 嗰度擺市集。今次嘅 pop up 呢，將會係大家第一次可以試身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記住帶埋狗仔過嚟啦。哇，拍下咧，有啲凍，真係住喺山邊咧，你係會感受到呢一個大自然天氣嘅變化係超級大嘅，所以我覺得住咗喺度之後，個人咧性格咧性情都有少少唔同嘅，對比起我住喺都市嘅時候留意嘅嘢有啲唔一樣。嚟到呢一度咧，又可以講下工作嘅部分啦。最近咧，我見而家市面上咧所有嘅 online marketing budget 咧，佢哋大部分都落咗喺 Reels 嗰度，變咗我自己嘅長片咧有好大嘅創作空間。特別係我覺得而家 YouTube 嘅生態咧，佢其實已經係變咗做好 benefit 到一啲好長影片，但係同時間地知識密度好高嘅影片，咁就變咗製作一啲長影片嘅時候咧，你個邏輯敘事能力要求都會比較再偏高多少少啦。咁亦都同時間地，可能因為我自己嘅片2年幾嚟嗰個風格都有唔同嘅變化啦。我自己 beauty 啊或者係 lifestyle product 嘅客咧，佢哋反而會比較多出現喺 Reels 度多啲。咁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兩個都當然十分之 welcome 啦，好開心可以收到呢個機會創作啦。但係同時間地咧，喺長片入面咧，我可以發揮多啲製作唔同類型嘅影片啊。咁我其實個彈性大啲咧，我亦都會拍得開心啲啊。因為我自己有我自己嘅 website 噶嘛，咁我自己嘅長片就會比較多去放一啲我自己中意嘅一啲選物啊，放喺條片嗰度去同大家介紹啦。譬如好似呢條片咁樣咧，去到後尾我自己都會介紹一啲我自己揀嘅 product 啦，去做團購嘅。咁我覺得團購嘅感覺同埋介紹嘅感覺咧，又會係有另外一種嘅 vibe 啦。大家作為觀眾嘅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成個 social media 唔同平台嘅一啲微細嘅變化。咁就順便導覽一下我自己個 website 咧。咁入到去個 website 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我陸續都會放一啲我自己揀嘅 product。你會見到我放咗咖啡啦，放咗我個 friend 嘅護膚品品牌，全部一定係真係信得過，有用過我先會放喺嗰度嘅。之後喺 shop 呢一頁咧，我就開咗一個新嘅 collection， 專係 for Charlie Jolie。我哋所有嘅相啦、website design 啦，所有嘅嘢都係由我 production house 一手包辦。同時間地，你都會見到我哋嘅 collection 啦，入面所有嘅詳細介紹。除咗呢兩樣嘢之外咧，嚟緊咧會揾一啲同我自己嘅生活態度啦，真係吻合嘅品牌，會有少少嘅合作。今次喺呢條片 upload 嘅時候咧，你撳入去我哋個 website 咧，亦都會見到一個新嘅產品咧，今次要登場。咁今次我就係揾咗一個好特別嘅品牌咧，同我一齊合作，亦都係一個寵物嘅品牌嚟嘅，就係 Polulu，係一個嚟自台灣嘅
嘅品牌。話說我發現佢哋嘅時候呢，其實我一直都喺度密鑼緊鼓咁樣籌備緊我自己呢一間新屋啦。咁大家見到我呢間屋呢，全部都係原木通噶嘛。咁我就揾咗好耐超耐嘅床頭櫃。第一呢就係好貴啦，第二就係未必係好適合我自己間屋嘅同埋我自己嘅審美啦。之前揾下呢，就發現咗呢個品牌，揾到一個高品質嘅家具，再結合埋貓啱用嘅貓窩，我就買咗翻嚟啦。我真係完全自己自費，但係我買嘅時候呢，其實購買嘅方法係有啲崎嶇嘅，因為佢哋係台灣嘅公司啦，佢哋連接呢，一係就用台灣嘅網站啦，或者係淘寶嘅。咁所以我見到我好想將呢一個產品介紹俾香港人嘅時候，咁就同佢哋傾咗合作，不如將佢哋嘅 product 呢放喺我哋個網站嗰度，有一個限時嘅優惠。我一打開個包裹嘅時候呢，其實佢每一個切角呢都做得好靚啦，亦都冇任何奇怪嘅味啦、木碎啦等等，每一個磨合嘅位呢都做得超級仔細，而且佢每一塊木呢都係用白松木去做嘅。除咗美觀之外呢，就係我隻貓呢係超級中意。另外點解我咁想介紹俾觀眾呢？就係因為我覺得香港嘅床頭櫃啦已經係好壓位啦，貓窩又要再加嚿位，咁但係呢，佢係將兩樣嘢結合埋一齊，同埋呢打開佢上面個蓋呢，佢亦都可以收納嘅。同佢哋傾完一輪之後呢，我今次係可以攞到85折嘅優惠。如果大家有養貓，需要換貓窩，同時間亦都睇緊新家私嘅時候呢，不如考慮下將呢兩樣嘢結合，慳到更加位，同時間呢亦都十分之美觀嘅。由今日開始咧，大家就可以喺我 Production House 個官網嗰度咧揾到佢哋嘅產品啦，入面都會有齊晒限時優惠嘅資料啦、運送方法啦。如果大家有查詢嘅話咧，大家都可以直接喺 Instagram 嗰度 direct message 佢哋去問相關嘅查詢嘅。呢一個產品咧係真係強推，我覺得我要放喺我自己嘅 website 上面咧，要係我自己真係用過超級中意咧，我先會咁樣主動去同佢哋去傾一啲合作啦。所以未來成個 website 入面咧都係會從住呢一個路向去發展，自己都預備緊我自己一個私人嘅 website 啦。我自己亦都會將我自己做過嘅所有 work 啊，可能寫一啲我自己嘅創作嘅感想啊、靈感啊放上去，同時間呢個 shop 咧亦都會連翻去同一個 website 入面，咁到時亦都可以大家期待下我自己嘅個人 page 到底同 Production House 嘅 page 咧有啲乜嘢唔一樣啦。其實我仲有我諗3-4日左右咧，我就要飛去越南試婚紗，因為而家咧越南嘅 fashion 咧係做得好出色啦，再加上我個朋友係喺香港嘅越南人，幫我安排咗好多唔同嘅 connection 啦，叫我去見下佢啲 friend，咁所以我亦都係超級期待。咁但係咧今次去呢一個旅行咧，我係會拍片嘅。我諗我呢年幾2年去旅行咧，我都係特登留俾一個自己一個 self time，所以我係冇出任何 story 同埋冇記錄任何嘢。咁但係今次咧，我係會同埋我Production House 嘅 partner 一齊去，我都想記錄低呢一個試婚紗同埋我喺越南發生嘅過程，覺得會係一個幾值得我喺個 channel 嗰度留念嘅一條片啦。咁如果你係有掛住一啲我拍輕鬆少少啊 colourful 色彩再繽紛少少去 explore 啊，我記得之前咧大家咪好中意睇我非洲嘅片嘅。如果大家都係掛住嗰個種 vibe 嘅話咧，嚟緊呢，你就可以期待一下啦。係啦，講到呢度咧，我諗都差唔多噶啦。有一個我 TMI 漏咗同大家講，就係我喺香港咧結婚登記嘅時候咧，個證婚人咧係我中學老師，我覺得幾搞笑。通常我人生入面咧，我啲朋友啊都係會 keep 一段好長時間嘅 contact 啦。Even 我啱啱講嗰個牧師係我13歲嘅時候，我哋已經認識噶啦。係啦，突然之間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 TMI 啦。到呢一度咧嘅分享咧就嚟到差唔多啦。雖然咧呢一個係超級簡單啦 casual 日常嘅分享啦，但係我諗大家都好耐冇見過一條咁輕鬆咁 casual 嘅一個隨意嘅開 cam 嘅分享。相信咧嚟緊嘅越南片咧又會係另外一種感覺。咁我最希望嘅就係俾大家會撳入嚟一次咧，你都有一個新嘅 ON 嘅視覺啦，一個由我自己嘅世界觀出發去探索世界唔同嘅記錄，係啦。呢個就係我最想做到嘅嘢。咁去到最尾呢，要同大家呼籲嘅就係大家未睇 podcast 嘅就記得要去睇 podcast， 繼續留意我嚟緊嘅創作，同埋想購買 Pululu 嘅就記得要去我嘅 website 嗰度去選購啦。如果你屋企都係養貓貓啊，亦都係中意我自己嘅審美嘅話呢，就記住要去選購啦。好快越南一拍完之後呢，我就會將佢掟上嚟呢一個 YouTube 噶啦。好啦，咁我哋越南翻嚟再見啦，拜拜。